大家好，我是梦欣老师。今日要教大家合拍舞蹈，运动做得保持好的身材，故所俺哋来开一段舞蹈来好好的运动。准备咯，俺哋先学第一个动作，要踏数1、2、3、4，踏数顺势要轻轻的跳起来，1、2、3、4，往斜角跳，1、2、3、4。下一个动作是，俺哋要数叉腰，不过俺哋要数要先往前，张叉腰，接下来俺抬头、点头，再一摆哦，俺哋是1、2、3、4，再一摆哦，1、2、3、4。下个动作嘅要较强调嘅是1、2、3、4。再摆哦，从踏数来，1、2、3、4、5、6、7、8。再摆1、2、3、4、5、6、7、8。
不过咧，也只动作做熟练一点之后，人家就会加速一加二加，看起来有看清楚冇？再摆哦，一、二、三、四，一加二加，一只动作是半拍，一、二、再摆哦，准备咯，一、二、三、四、五加六加。再摆，一、二、三、四、五加六加。接下來也只動作，我有一些的往後退，一、二，數握拳，畫一個圓圈，三、四，數目不用畫來，五、六、七、八。再擺哦，準備哦，一些的往後畫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再擺哦，準備咯，開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後就從第一隻動作開始。一、二、三、四、五加六加七八的時候停一下，七八。接下來係畫圈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再來一擺哦，準備哦，有一些的往上跳，一、二、三、四、五加六加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注意一下哦，人家在畫圈的時候，腳趾頭順勢的往下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再來一擺哦，有一些的往下蹲哦，準備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隻往下蹲的動作係訓練你的大腿。股四頭肌，鼓手往下蹲的時候，是會有一些些的往後翹，不過唔是骨痛大。準備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再來一擺哦，然後就從大數來，一、二、三、四、五加六加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再來一擺哦，我輕輕的跳起來，準備咯，開始，一、二、三、四、五加六加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看起來都簡單，不過劈音樂的時候，也就五加六加有一些的夾，鼓手人家就再來練習一擺，準備咯，從大數開始，預備開始，一、二、三、四、五加六加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人家就往斜前跳的時候，同樣肚子要收起來，往斜前跳，一、二、三、四、五加六加的時候，腳往旁邊打開，五加六加七八的時候，保持笑容，七八。接下來，二往下蹲，三、四、五、六、七、八。安尼大家有好背嘛？人家就要天天的數拍子，從第一隻動作開始，準備咯，開始，一、二、三、四、五加六加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慢速度嘅張一擺，準備哦，開始，一、二、三、四、五加六加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再來一擺，人家就較腳條誒，準備咯。上一隻動作係結束嘅動作係腳打開，
第一片，准备咯，5、6，开始，1、2、3、4、5加6加7、8、1、2、3、4、5、6、7、8，有聽到冇？再來一擺哦，準備腳打開，5、6，開始，1、2、3、4、5加6加7、8、1、2、3、4、5、6、7、8，非常好，我哋要調整呼吸，再來一擺，速度較急啲嘅，準備哦，預備，開始，1、2、3、4、5加6加7、8、1、2、3、4、5、6、7、8。我記得咯，5加6加嘅時候，我哋會調，唔是調到，天天咧一絲絲咧往上，再看轉來。記得咯，要看前頭，再唔會跌倒哦。再來一擺哦，我哋要數拍子，準備開始，1、2、3、4、5加6加7、8、1、2、3、4、5、6、7、8，非常好。接下來我哋來配點音樂來做一擺，準備咯。預備，5、6，開始，1、2、3、4、5加6加7、8、1、2、3、4、5、6、7、8，加油哦！再來一擺哦，預備，5、6，開始，1、2、3、4、7、8、1、2、3、4、5、6、7、8，非常好哦！再來一擺，準備咯，5、6，開始，1、2、3、4、5加6加7、8、1、2、3、4、5、6、7、8，注意哦！我哋嘅5加6加係唔係真件動嘅？不過我哋要做較熟練啲嘅，我哋要再來練習一擺5加6加一片哦，5加6加。只有天天的往上6加，再一擺哦，看清楚哦，5加6加，非常好。搭數也就動作來爭一擺，1、2、3、4、5加6加，有看到冇？5加6加的時候，數往前伸，唔過一數做唔定圓圓。如果圓圓的話，會停唔上音樂。再一擺哦，5加6加。7、8、1、2、3、4、5、6、7、8。接下來，我哋再配上音樂來練習一擺，準備哦，我停上哦。預備，5、6，開始。非常好，再來一擺哦。預備，5、6，開始。非常好，再來一擺，調整呼吸哦。預備，5、6，開始。大家就做到非常好，今日我哋先到一片。我哋來休息一下。大家好，我係夢欣老師。今日我來大家分享一隻合拍舞蹈，繼續來教大家舞蹈動作。準備哦，我哋來學新的舞蹈動作。看我嘅腳往旁邊踏，1、2、3、4嘅時候，同樣我哋會撈肩呢。1、2、3、4，非常嘅腳穩片上2、2、3、4，一隻動作咧，之前先前嘅課程沒有，唔過我哋第二片再練習一擺，準備哦，開始，1、2、3、4，穩片上2、2、3、4，加上數，我哋數像超人一樣，數一隻彎，一隻伸直，準備哦，我哋有一絲絲嘅往旁邊傾斜，1、2、3、4，
稳片撒，二三四，大家有好背嘛？再来一摆哦，准备哦，开始，一、二、三、四，2、2、3、4，我记得稳片撒，再来一摆，准备开始，一、二、三、四，2、2、3、4。然后就在转圈的时候诶，身体胸用要收紧。转圈的时候，你的目珠要顺正方向往旁边看。准备哦，再来一摆哦，预备开始，一、二、三、四，稳片撒，2、2、3、4，非常好。然后就会数哦，往上伸直，记得哦，数要存出来，一只数弯着放在胸口前面，脚记得要踏四步，一、二、三、四，稳片撒，2、2、3、4。有一部分要非常重要，然后就转第踢拳的时候，一、二、三，踢四步的时候往回踏，再会来踩2、2、3、4。安尼大家有看清楚冇？加上数哦，预备开始，一、二、三、4，2、2、3、4，非常好。再来一摆哦，预备开始，一、二、三、4，2、2、3、4，非常好。下一只动作是捞拳呢，不过一下应该是数捞拳呢，然后就会数往前面或是后面做的，看你自己好往前，也是往后，然后就脚打开，往前由松面往下画一个圆圈。再摆哦，看清楚哦，鼓手是按呢，1、2、3、4，是会捞较脚头诶。再一摆哦，准备开始，1、2、3、4，还爱加速，预备开始，1、2、3、4，非常好。再来一摆哦，预备开始，1、2、3、4。前后1、2、3、4转回来之后，5、6、7、8，然后就会踏步，5、6、7、8，再来一摆哦，准备哦，开始，1、2、3、4、5、6、7、8，再一摆哦，准备数把拳呢，预备开始，1、2、3、4、5、6、7、8。非常好，然后就从第一只动作接过来，准备哦，还记得第一只动作吗？1、2、3、4、5、6、7、8，1、2、3、4、5、6、7、8，非常好。再来一摆哦，准备开始，1、2、3、4、5、6、7、8。1、2、3、4、5、6、7、8，非常好。看俺头，然后就这转圈的时候，然后就头要看前面。1、2的时候头胸用看前面，3的时候脚转倒来，3、4，安尼再唔会跌倒。再看一摆哦，预备，从右手开始，1、2、3、4，一只头。5、6、7、8，非常好。然后就再一摆，准备开始，1、2、3、4、5、6、7、8，1、2、3、4、5、6、7、8。接下来，然後就要複習一下鬆擺嘅動作，還記得冇？然後就要踏數，慢慢嘅來哦。準備開始，1、2、3、4、5加6加7、8，1、2、3、4、5、6、7、8，3、2、3、4、5、6、7、8。4、2、3、4、5、6、7、8，大家有好背嘛？再來一擺哦，然後就愛復，用愛複習一下，準備開始，1、
二三四五加六加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家就做到同好哦。俺就再来练习一摆，准备哦，脚打开，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加六加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三、四、五、六、七八，四、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俺就会加快速度，准备咯。5、6，开始，一、二、三、四、五加六加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三、四、五、六、七八，四、三、四、五、六、七八，有听得到吗？再来一摆哦，加油哦！准备，开始，一、二、三、四。5加6加7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大家调整一下呼吸，然后就爱配音乐来做一摆，准备咯。预备。5、6，开始。5加6加7八，加油哦！再前呢，往前呢，非常好，再来一摆哦，准备哦，手叉腰，预备，5、6，开始。再来一摆哦，加油哦！5、6，开始。有睇得到冇？而家就要含有一摆嘅練習咯，準備。非常好，先後一擺好冇？再來一擺哦，準備。5、6，開始。非常好，大家就做到當好哦。保持運動，才會有好嘅身材。然後就跳舞嘅時候，記得咯，肚子要豎起來，尤其係挖拳嘅時候，然後就越夾嘅動作，你的肚子要越豎嘅越多。然後就挖拳嘅時候，看清楚哦，前後一隻動作，1、2、3、4，一隻拳呢要挖幾隻嘢，再來一擺，1、2、3、4，再來5、6、7、8，非常好。前後一擺哦，最後一張動作，準備哦，開始，1、2、3、4、5、6、7、8，非常好。今日呢，我哋嘅運動就到一片，希望大家，拜拜。